讲到这姓刘林某姊妹啊涉嫌甲揩开苦毒教师案件，这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了后，认定这揩开身躯顶的伤痕含忧郁病症，是这做林某大姊所造成的，而且这小妹无甲伊阻止，搁伫咧边啊险查天火刀，甲这大姊判无期徒刑，也那这个小妹呢是判刑18年。谢谢。 细刘二母姊妹啊，涉嫌激死查某囡仔揩开，妨以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等罪嫌起诉。全经过台北地院审理，甲国民法官共同评议了后，13将姊妹啊2个人以成年人共同故意对儿童虐待、妨害自由、使人死亡罪，同判刘彩珊无期徒刑，替代公判终身，刘玉玲18年有期徒刑。其等犯罪动机为以虐取乐，行为恶性重大，犯罪所生的危害至巨。 迄今未与被害人家属和解。细刘姊妹啊，互当判一大关键，都是2个人的犯案动机，互认定以虐待做误录，倒算审理阶段，刘彩珊一概无罪答辩，当庭拢认罪，也毋过合议庭认定对厘清犯罪事实甲节省刑事司法成本拢无帮助，也采信外用甲遗书的证词，认定揩开伤势甲忧郁症拢是受虐待造成。 刘玉玲互认定无阻止，颠倒复合，互家己有优越感，互看作是共同正犯。很感谢国民法官法庭对于被告2人处以我们希望求处的最高刑度，让所有这些潜在可能想要虐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宝贝的这些恶心的保姆，给他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即摆一审宣判，甲检方的求刑同款，被害家属律师表示感谢，也建议替民事官司讨赔。打电话给刘彩珊的辩护律师，结果进前无处理回应。刘玉玲的辩护律师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会建议感知有上诉空间。另外，任何人民只以文字回应，尊重判决，也搁一摆回实例。 单纯就这个刑度来看的话，似乎还是把姐妹2个人紧紧的绑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来论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对妹妹这边是没有那么的公平。每一摆法院开庭，总是有大批民众到场声援。伫宣判之日，也拢出席，又伫真侪人旁听。判决宣誓了后，搁较当场拍破话，感谢法官，只是有部分的相关者无法度接受。我觉得无期徒刑真的很仁慈，非常仁慈。 18年更仁慈。我希望政府可以把死刑修进儿少法里面。即马揩开案一审结束，也毋过涉嫌林母姊妹啊，搁互检方查出涉嫌对其他2名幼童有口头行为。今年1月另案方起诉，里面的姓陈石刚也互以涉嫌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等由一审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